美国顶礼拜五收盘起，加上美中贸易紧张的局势缓和，这礼拜亚洲的股市开盘是拢起。台股今仔日开盘是28,029点，台积电盘中是冲到1500块。也若是下晡落尾收盘时阵是收伫咧27,993点，起461点。可能还是跟美国有比较大的关系啦。联准会现在大家预期它在这个礼拜应该会宣布再继续降息，这个部分就会激励各国的股市大涨。当然，美国的股市在上个礼拜五已经涨过一波，它当然也带动今天台股的上涨。今仔日台股盘中上悬是有冲到28,196点，台积电的股票冲到1500块，起50块。不过今仔日10月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数据嘛出来，说是落15.16点。学者是强调讲，这并无代表民众对咱台股无信心，是反映讲民众真有警觉性。